五川这个油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以前叫燕麦了，就像那外地那样了。有说燕麦都知道，有说油麦好像还不清楚。但是人们对这个油麦了吃的都非常的可口。就像咱们小时候呢，那吃是葱油面了哇，酱油都是和的二油面，二油面就是啥了，就是那个高粱面。高粱不是当时就可便宜了，产量又高，油面也是的贵，又产量低，它必须得和点这个高粱，就叫二油面了。当时人们是不爱吃这个二油面，那又不好吃，吃嘴还是涩的。这会儿人们呢是这个二油面又是个保健品，那个就要吃二油面了。这油面有30多年的历史了，快40年。从小奶奶做油面嘛，做油面我就看着也觉得挺好玩的，这就后来学，刚才他们也就学会这个做油面了。近几年，人们说是这个油面也是个保健品，吃的人也非常多，这就开始做。又还在呼市开了几年这个油面店。人都非常认可，所以那年呢，08年吧，自治区评这个油面传承人了，就把我评上了。人家五川那么多人都会做油面，咋就把我评了这个传承人了哇？做的也面线多，因为自己开过店。你要说做这个油面的花样呀、品种啊，人家都会做。在五川当地来说，人们每天吃油面，大部分人还是挺会做的，主要是这个汤的味道。你比如说是这个油面做的好坏呀、花样呀，那无所谓。一个是凉汤，一个是热汤，主要在这个味道。油面好吃不好吃，全在于这个味道。为啥这个油面就在内蒙古地区的武川县最多了？因为这个武川县气候比较寒冷，这个农作物了适应在这个气候寒冷的地方生长，它耐寒。这个油面做的时候也可难做了。从小学的时候，你学会搓跟推了，但是这个和油面才是最关键的道技术。你要是和的软了吧，你捏的就吃不成；再和的硬了，也是脆的也吃不成。在这个油面了，讲究这个3熟，就是那个炒熟、脱熟、蒸熟，再才好吃了。再给你和的还得拿手拆了，不是说像白面说的肉啊，这个油面必须得拿拳头拆。这个推窝是最难的嘛，你要是搓鱼吧，那谁会搓？后家喝了那都会。这个窝就呀好来不会推，就要推出来七八索，一点也不整齐，不好看。后来就弄不好，哎呀，经过呢细想着叫慢慢这才学会，真难学了这个窝。你要说这个油面的品种啊，你要做全它有40来种，但是人们经常吃的就个窝鱼东包子一般吃的就是个6、7种。自从平时这个非遗传承上以后，讲校园呀，讲那呀，可得细心的教呢，好像是就有了责任感了。去年在呼市内蒙古大学呀，这个师范大学还教那外国人了，外国人也积极的参加这个搓油面活动。咱们这个油面了，去咱们全国各地呢都能做成。就像上次咱们内蒙味道在这个广州的时候，都说做不成，但是去了广州俺们做成了，那鱼酱的就像放条。去了那个展厅里头，武川油面最喜欢了，呀卖的最快。我带着油面，活动是3天吧，2天都卖完了。说明对武川这个油面都挺认可，而且都爱吃。我有信心了，把它传承下去。